京都府警員星期五早上去到37歲疑犯安達優貴男丹市嘅住所搜索，扣查30幾件證物，又將佢嘅私家車拖走調查。警方亦都發現佢嘅行車記錄有部分資料被刪除。11歲男童安達傑希由上個月23號失蹤之後一直下落不明。佢嘅繼父安達優貴曾經聲稱，當日佢揸車送傑希去到佢就讀嘅原部小學附近，但由落車去到學校嘅嗰一段路程冇閉路電視影到傑希返學校嘅身影。喺3個星期嘅搜索期間，警方就透過分析安達優貴嘅手機，掌握佢嘅行蹤，縮細搜索範圍，先後揾到傑希嘅書包同鞋，最終星期一喺山區尋獲傑希嘅遺體。警方亦都發現安達優貴曾經上網揾處理屍體嘅方法。據日媒報道話，安達優貴已經向警方坦白，當日佢喺送繼仔返學途中一時衝動勒死佢再棄屍，佢就承認遺棄屍體被捕。疑犯嘅行兇動機仍然有待調查。呢單命案唔單止轟動日本，甚至引起海外嘅高度關注。網上就流傳咗一啲關於疑犯身份嘅謠言，曾經一度謠傳繼父係中國籍，隨後又話佢係歸化日本籍嘅台灣人等等。警方已經否認相關嘅虛假資訊。